呢度就係寶安車站，不過我哋搭火車唔係呢度喎。呢個就樹屋，有樹先有屋定係有屋先有樹呢？梗係有屋先有樹呢，我覺得可以踩架單車過嚟。琴日呢度係要10蚊，由呢度搭去高雄，大約係9個字度啦，我諗咋吓。今日天氣好好，唔會曬到燶啊！行出嚟，因為呢個車站呢，寶安車站已經嚟咗第4次啦，不過次次都曬到燶，今次係最好嘅一次。咁啊，以前呢，喺寶安車站可以放行李嘅，就咁放喺度嘅啫，個行李。之前通常咧嚟呢個寶安車站嗰度，跟住行去奇美。哇！熱到死啊！行去奇美就熱到死，又曬到燶。咁我哋試過咧放行李喺好似對面嗰間租電單車嘅地方，跟住再返轉頭嗰陣時先攞返個行李。一路行就呢個好古舊嘅寶安車站。搭車去高雄。好舊嘅站頭啊！寶安車站。